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新北市一个公牛啊，开7万多块买一台苹果这个苹果牌上界高级的平板的电脑，讲今去予伊的翁婿干妹，伊就甲这个电脑提去新北市中和分局骗讲是伊捡到的，想讲到时阵一定无人来领，安尼公开招领半年了后，这个电脑理所当然就是伊的咯。想袂到受理报案的员警去贪念，竟然是霸占这个电脑。发文予这个姑娘啊，讲这个电脑的主人已经甲电脑领回去了。这个姑娘啊，未堪得去，这个代志才来出破。请办互拖下姓陈的员警明明休困，却出现伫办公室，敢若是因为心虚超工甲面砸掉咧。因为伊的纸袋内底是民众捡到全新的 iPad Pro， 伊修理了后有无好的意图。当事人坦诚有侵占的事实，所以我们主动来向警察局侦风室来做一个报告，来共同侦办。会用发现是因为 iPad Pro 的主人其实就是捡到违失物的小姐。伊去年6月决定要开钱来买，搁烦恼互先生知影会红骂，所以请朋友替伊买了后，想到解决的办法。伊摕 iPad Pro 到新北市的中和分局假做是伊捡到的，想讲一定无人会来领。公开招领半年了后，就会使摕到。毋过计划赶袂赴变化，受理员警看到全新无拆过 iPad Pro， 嘛想要占用，用同岁名义创建公文，而且发文予小姐，讲已经互领回去。这位小姐惊一条随卡电话予发文者。员警看到特别互踢破骹手，将分局的批重新整好，国府编号，假做是自保官室摕出来的，佮通知当事人领回去，想要假做无代志。毋过中和分局反怪怪调监视器的画面，当场踢破伊的白贼话。地检署嘛以贪污治罪条例起诉员警，伊嘛已经立即等待司法的调查。